嗨呀，各位聽眾歡迎我來邊嚟學見收聽我哋節目。感謝我個歡迎真係新嘅啦，唔是新嘅嘉賓咧，特別新嘅聽眾真係。一其實我冇有做很調嘅即個小我本啊，所當叫我考佢啦。哇，13人，睇到13人收聽，哦特別講緊暗號，講是暗嘅邊。歡迎我嘅嘉賓真係最堅，佢就最只，等陣你佢在對起一條牛油。我有想骨的數量未掉，我係頭一個嘉賓呢，就是老趙阿多。Hello， 歡迎，大家好。你個聽到個 delay 哦？冇啦。但我你聽下你數啦，你 live feed 數。你都未記冚啦。流人咁冷死。你一個我諗嘅阿拉伯族咧，其實較失敗，但冇啦部 computer 嚇。唔是部 computer， 部 line，computer 是有。對，部 internet。because 我唔是啲家己厝嘛，都唔得。你到底檔案嘅厝啊，唔是到底家己嘅厝？係別人嘅厝。檔案嘅厝咧？咩是檔案嘅厝？你家己嘛檔案咯。你lupa lah, lupa mah kawan kucing kau mana wah. Kalau di tangan dia cu. Di tangan dia cu ah. แล้วก็另外一個嘉賓呢是我諗夾伯伯，大背波，歡迎。Hello， 大家好。你嚟揸車啊，大背波嘅啫。Hello， 我對你講嘅些聲我硬到流點困。你咪是想要牛油呢？我定住特別驚住牛油就被燙嘅。咁我 try 下個就被燙，個知道就被燙，我就講冇嚟，哈講未嚟冇嚟，頭排講，即係搞拍你即係拍太極。等我看啊，昨晚時候我嘅笑到最 comment 嘅講啊，望請問大聲，我聽唔到別人講係咩物件？我把到條冰爪，我頂到係記冰爪，往時未記咋。So sorry 啊 ，ABC， 呢名就 ABC 嘅，講冰爪啦，我家聽到人講咩話。OK， 當今日我這禮拜呢，before 咱 start 嘅時候，咱未 start 以正式講就阿冇話，上早個阿被換喎，阿被換對邊兩個點先啊？係咪阿多講？阿被請過啦。對，阿被請過啲半鹹面嘅，冇話聲食屎嘅。邊個啦？呢個嗰個掣咯。Hello。嗰啲爸爸。哎呀，鋪架撈十倍刀，十餅糯餅。OK， 等我看我俾佢人誒，即個朋友。你真係我真係揾朋友各位聽眾啊，歡迎老師聽新嘅聽眾，即係新嘅聽眾 register 嘛最近。So 我俾幾嚟啊？當我唔知點講，我定到成正對嚟個當今有差唔多750嚟先嘅人 register 啦。見你750嚟啦。嚇！150你 register 應該是嗰隻人聽，嗰隻你是把佢自己去吹，實在去 Google search 時，成個定住係只看名，死我未記名未記，包括第一咪是成個唔在 Google search 上面。然後當今我會幫佢人聽，佢那裡迄個我這裡到底我幫嘢有下，我咪這裡你愛落嘅錄音是咩使去咪錄嘅嘛？你錄音，我唔記得咩算嘅嘢車講。我俾幫佢聽下人講嘅 message 下邊嘅啦嚇，但是講攏家己愛撈，那是攏先嚟聽就攏俾撈嚟講係啦，拔到無辜啦，咕一擺啊，咕一擺我幫啊，你知啊？所以我當然幫佢聽佢哪裡啫。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驚，你識叫我小驚，唔係秘書啦，應該小咯，唔叫我小嘅啦，我本家基本是小嘅，所以才能叫我咧。我唔是福建人啦，我是參頓人。上緊啲卡克林廣場。參咩啊？我今日歡喜拄到參冰。邊呢福建嘅撲克。我本就歡喜都拄到啊。為我 search 為。search 到佢嘅。Hope to meet you all and know you all as friend 啦。Thank you。啦，蘇仔就使啦。有時，一個另外隻阿國就知道。大家好，我是阿國。我是檳城福建人，我做乜事會在這個 website 咧？因為是叫阿土伯人介紹嘅。阿土伯朋友，阿土伯是蝦樣咧？伊就是我知嘅大部朋友。
我嘅名是叫阿國，唔是蝦米國國嘅，對我念 AHRKOK 國。阿國，OK，thank you。阿國咧，你又夾係你發到對面嚟參加啊？阿國唔是包括第係是哦，唔是啦，可聲就冇咁上咧。แล้วก็定住是個鬼哪看啊博你，看博你落掉啊！各位我是博你，我對搞錯了。我對搞錯。我啲淡晚我未刷話講成我等咧嚇，比如講了2分鐘時間夠了，所以我刷落去嚇，淡晚我講嘅到落。actually 是講鬼嘅故事，所以當特別聽嚟講，叫我幫嘢去聽嚇。一個400 song 就是定到啦。Hello， 我是住喺新加坡嘅檳榔人，今仔日真係歡喜會聽到這電台。因為我朋友介紹我聽，伊個名叫做博尼。哦，那他媽博尼個鬼名我自己，我名係400 song。係咪是400 song 咧？400 song 因為係多啲講福建話咯。對咧。OK 噶 ，OK， 但是攏要聽較濟，呢個日本老語唔使講咪等我聽下。日本老語。Hello， 我是日本老語，大家好。日本老語啲聽到 live。John 好噃，究竟我在這句嘢是真係？當上戶今日人好噃？哦，今日12點都要派提供了。我在估啊啫。派提供，我冇肯派提供。Hope 兩個咧 enjoy yourself。阿 John，I'll be waiting for your next show. I like all your shows very much. 咁就 very 試啊。Keep up the good work. Okay，拜拜。拜的吧，咁就 very 試啊。OK，就是那是攏未聽啦，別人講那是攏家己要留話啦，攏歹勢起來做改變嚟講，那是叫你夾什麼，message 又有叫一幫入邊咧，hokkien.com 又有多手柄又有，你對看啲，那是講你買你到咗你買，你對在呢 click here to speak， 你對在落隻 message 話啦，不只是有影是咕咕之擺，我就幫就好聽。OK，這禮拜我嘅節目咧，歡迎我先嚟嘅，你嗰隻字啦，你夾實喺邊啊，你 message 嗰隻字人啊，垃圾啊，咩加咪加扎咪啦。上面唔知佢頭，哇！似啲揾隻隻人，哇！試過白針機啦、苗鏡啦，苗鏡，但係苗鏡有 send 我隻 message， 本來一個就只係講日本話嚇，係看啊，日本老語啊，嚟講，哦對，日本老語咩事？嚟講咩要講確定？日本地啊，哦呀，確定我，OK。我當機去看迄個 message，because 攏覺得聽到很屌，聽到會聽講嚇。我未講我這禮拜topic，這禮拜 topic 是活到一班，特別當然，這是成個，這是俾歡迎我哋嘅嘉賓嘅，這是做人證嘅可能，個個直接來聽啊！歡迎。做等陣我啲嘢件都未注意。阿咪，阿 John 啊，喂，你枇杷膠冇咧？又 out stock 咧嚇？咩枇杷膠？枇杷膠。哦，冇夾端嚟。下個。我你講咩枇杷嘅膠喎？你想是估啊？你怪啦，你講我傻傻嘅，我冇慣多變啊嘛。對，我頭先對面咧其實是無辜黏住嘴，無辜黏住嘴。是啦，你特別夾東個字嘛。誒，我真唔知有啊，不知對佢有等人點嘅吹，應該是有嘅啦。是講唔知是貴啦。我聽啲東西是而家一大罐。OK 嚇，我講聽我讀一個苗件寫下我一本，我唔知係讀 private message 話麼？可以 key 啦。OK， 苗件嚇，你寫下我嚇，你唔講別使講，你寫日本啊字數，誒一句嚟，機是一句。讀落出來啦，冇讀乜人嚟知。OK，一講I'm new member， 私は苗件です。哦，我曉啦。我寫日本字我冇去讀伊，寫私は苗件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伊講我是新嘅會員，了會員了我是苗件啊，真係歡喜拄到你啊！可能有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實在 nice to meet you 啦嘛，對嗬。誒啦，差唔多啦。你就咪每日本留意啊，未使每話。有呢，玩咗你一人聽，10個人聽。我覺得 that means 我係 show 10個人減10個人 download 咯。我嘅希望我 online 呢。傻虎之位一隻傻虎。哦，傻虎嚟啊！哇，咱嗰隻大團圓啊！咱嗰隻數個。咱嗰隻數音。喂，少嚟啊！誒，結果我聽到這個傻虎嘅消息咯。冇追。有啦，我直接有拄到伊傻虎。是咧？
你去特登只自己海見啊！新版嘅位拄到伊新版嘅位，哦，只拄到伊。我是 KTV 唔知拄到伊唔知。嗯，等落嚟，去得勁。冇。啲未使講啊！一去夜上海也是拄到伊哦。OK， 來講弟弟嘅故事。咱講話多嘅故事啦，咱有幾日看聽講係是有一件事，像一個他老，一件講到個我重，然後如果愛我講啥句話我呀？嚇？阿咪啊，弟弟你講咩啊？近年咧，我開始紅地啊，紅地用了啊！係咪嘅？我講嘅啥句話嘛？哦。累嘛？對，你叫我冇尿尿。我開始使對 respect。哦，誒，但係就是碰大海喎，碰大海冇來啲聽喎，碰大海我講等聽條我嘅 show。OK，感謝兩小聽，誒，那是兩個佢咧 chat room 入面有時話咩 activity 啊，係講陣啊，即係你冇聽喎，啊，即係雲攤四個界人聽10個人，我唔知 crash 個別得。OK，嚟咱講個12分鐘啊，我冇講就嘥個。關事啊哈，有講有爽。阿爸講嘅嘛，打把俾佢講打，特別打佢嘅你 plaza。我講咱凊彩啦嗬，講就好啦嗬，有講有爽啊，無有講有爽，無講哩啦講啊，係咪？無講咧，阿周細佬係咪爽？講爽。冇爽，咪講哩啦講。啊，咪講哩啦講。誒，嗰隻 Ken 你 nickname 係咩？哎呦，哦，你解啊？解住啊！是你講嘅。誒，我講嘅就係啊，丁節時嗬。嚇？係咪嘅？啊，丁節都講。我講丁節時咧落嘅咧，先至掛埋你個棒咧，丁節冇個棒。Actually。啷時會聽呢句啦，嗱先。老了，你先知講嘅。你個時我除掉定到時，我這 one year anniversary 是你記，啷唔是落是掛話咯，佢嚟睇。係啊，較早。你歡喜就好嚇。咧，我 edit 隻 video 都就一幫你 listener 嘅時候應該自己，我咧就係做好呢，做好你 start interview 啊，好險就這樣嚟，事實就未記曉就。我站喺埋個狂掉，我死又未辦過，一個時候 one year anniversary 等 2 year 就未來咯。錄夾佢咯，second year anniversary。掛住咗字。啊，掛住嚟啊嘛。OK，嚟啦，你講到啲嚟話題，嚟話，但是講到未參加，就準備參加即係就準備參加我嘅現場嘅錄音呢，路人特別較早報名啦。第二條浪到齋一年白個浪講清楚，係你白。我呢白，我等於有呢白。係啊，就跟壓下啦。冇，到時冇講下你講，你啊，第二 topic 嘅事啊，你白 topic 嘅事啊。啊，阿 John 啊，即係你白講咩 topic 嘅事啊，我就就去到啊嘛。你白時間個浪講去。阿 John 啊，嚇，老闆就講。個老講啊，嚇，我個老講。Actually 我早幾日我聽到一個真正刺激嘅你故意告訴真係咯，就是我出來啦，拄着我介紹我甲你講嘅，特別把你咱其實講嘅係個話題，大家唔是故意告訴。第三咧，今日有嗎？第三咧我被走了。呀！唔緊啊！我會使買去咁打，我去個你好吧路。我就轉咯，預備好事上我揸未來。誒嗱，我講，我未聽喎。OK， 我講你各位聽眾，但是講你攏未聽鬼告訴我，攏未單條小條。啊，日卡，日頭，打波佢日3支超。OK， 我講，你若是要聽鬼告訴你，即係同學你當冇 sample，但不過幾禮拜我就聽，哎呦，18人啊提供，我個陣唔 crash 啦，我 computer，哇，歡迎我你這人，哇頭一擺我咧，冇啦，我把20幾人過一擺，
哇 OK 我还没说啊，今日拜了阿妹喎，自己上嚟嘅啊，咁咧無團嘅時間咧，你十八傾嘅咧是哪位？對，留意留直嘅啦嚇。你少年時有啦，少年冇有啊，三百冇交回死都問講是。少年雖然老，也唔是無空頭，有空頭，不圖一個個你一人歡喜。我真係感動。人冇空頭誒。人咁我咪去坑啊！咪去。有300萬咁我咪卡我證。感動。300咁我卡我證。兩扎。我兩扎證好啊！係幾成數證啊？同佢證好啊，300。冇晒，肯定係咩啊？學先嚟啊，正300幫你講下。OK， 個有不拉真係小姐。看看 ，OK， 阿拉伯做，你先講你幾個數啦？佢講得我多個數。所以我係使佢個呢啦，係哦。係使。OK， 我講兩天係我係咩啊？我係小弟冇甲我講，伊嘅朋友樣嘅去係你吉隆坡MB 係朋友。一間卡拉 OK 我冇方便講嘅名咯嚇，係講本嘛，然後伊人就阿家，未使，阿家就，人就7,000人去唱歌，人就7,000人去唱歌啊，然後刷掉咧後買單嘅時候，就看到係你卡拉 OK 插上8,000人嗰陣喎。แล้วสิยังมาคิดหลวนน้อยก็วางถึงไม่เช็คแค่นั้นไม่สรุปชาชัวเป๊ะแค่นั้นแกจีอ๋อแล้วก็บอกดูแลสิเป๊ะแค่นั้นแล้วยังตัวส่วนใหญ่ก็น่าว่าสิเป็นสิเช็คแค่นั้นก็บอกว่า CCTV ขอเดี๋ยวลองสิเป๊ะแค่นั้นรู้จักแล้วสิโย่ก็กี่ก้อนก็กี่หมอก鬼ทางแล้วยังตัวขี่ security room คิดขอหาเลย CCTV อ๋อยังจะขอเดี๋ยวเป๊ะแค่นั้น你哋看到一間就唔知哦，唔捌了。ยัง唔白嘅咯，แล้วกับว่า有有唔係學人佢兩講係，所以冇計有少女咯。哦，喲，嗱，我上次有隻人去過客家卡拉 OK，成日我上次有隻人去過客一間卡拉 OK， 人應該在誒你講嘅數啊，because 甲尾是伊甲我講Julie 有隻人捌聽過誒你講嘅數發生，特別冇上啲發生啲家己 group 入邊咯。哦。是昂拗，啊？咪講，昂拗嘅咩？阿德，反正我嘅假如講佢最勁嚇，無論啦，未識講。對。嚇，你得罪人你，得鬼得罪鬼。OK， 咧得鬼個時講，你咪聽下這鬼個數咧嗬，能夠加鬼禮拜讀對嚟聽，但禮拜特別少聽，我唔使我咪講講其實棒啊，無你對嚟聽，誒，我當然20人聽，是20人聽，但係所謂你 live 你淨係小棒先，咪是減20人咯。crash 個係 start 過嚟嘅。OK， 當佢咱講話到嘅班咧。咱咪先你即係咱頂到4人頭車時候，小學較濟啦，小學較濟做咧，出面大唔啦，掉好冇，特別每樣啊，等下即個特別本咧點住，好特別本成講成特別本是第少年咯，我看下，應該是啦，阿伯做本少年啦，特別未變特別本咧少年，特別本啊，特對老啦。係啊，梗係啦，就家己declare，冇啦，即係講。阿德baru啊，成個係 Virginia 係條 killer 邊咯，就係。有隻衰。咩變咗嘅？你今日講咁多裏邊嘅係相啊，係咪講？有咩？阿德成咁樣都講我講咧，我冇得嘅相。咩冇啦？冇探網嘢啊！你冇探網有相咯。因為下禮拜我上去加拿大嘅盆栽咯。係咪加拿大盆栽上面？加拿大。哦。加拿大是加拿大盆栽。我哋會選嘛，一個樹木，你一個草攞啊。即草攞上面。加拿大盆草攞是加拿大啦。你樹木呢？加拿大盆栽哦。哦，我想你講，有啲是加拿大草攞咩？加拿大是上加西啊，你係？啊是干。是咯，我就是甲阿德解釋咯，加拿大應該唔是錯攞話咧嘛，是上加西嚟嘛。人啊，漸講嘅無，為人唔捌講一種物件，你因為 feel 到。哦。哈，我知。我嘛對。成日講林白咧。你就係講嗱林白、林武，為人是
水这物件只普通的啦。哎妈，真定住啦，當阿當啊，你真只加拿大幫晒嘢咯。我加拿大bonsai，我邊呢 bonsai，我都看啊，我講啊，你 class 講個加拿大 bonsai 去嘅。我 bonsai 不是其中在嗎？但係去咁真係是大個你 plaza。是，但唔掉巴士，我接唔掉河頭。OK，但係你咪每日第四下呢特別補看啦。佢話一個一記定到小學時啊，做即係後面物件做畫刀時啊。那壓 glass 畫刀嘅 glass 時，人叫等人叫土工姐時。土工姐。土工啊，土工姐啊，土工姐啊。土工，大工嗰個成個。啊，講特別補講。嚇，中學嘅冇咩記啊，冇咩特別啊。小學嗰啲，小學冇咩記，特別小學會記嘅啫。小學記 because 我過六年整。啊，過六年整。過六年整college 時有對去做substitute 嘅先生加小學嘅畫刀。哦，嚟講見，了，睇地先生，啊，睇地先生，嚇，睇地先生，了我發現呢，10年整，加10年後，program 加了是上嘅，冇畫掉，先生冇進步，先生冇進步，學生進步只哦。佢係英話，佢係咩啦？特別先生冇進步慘啊！你應該是第一件事係個菜啊，桂子切一半了，叫嚟印。我講住你當。愛話嚟你啊！嚇？愛話啊，切咧話啊！冇咩愛，干能煮切啦話。咁呢是干能煮，冇干能煮切啦是企嘅嚟 bring 呢。啊對。哦，你講話什麼？你講啥印？你先人家就嚟要多切一半，那是嘅印。你看嘛。那是係食膠食一樣切清切，那是執嘅。然後你去執到你話，你是執你去話呀。做你抓位嘛？你到底抓位個嘢別咧，我到底你 shape 位啊？我咧冇咧做咧。我做咧嚇，然後你個接去講特別波。你係在做青菜一位，還是你係做想畫檔可能想做一間厝出來你看？哇！佢做緊一間厝。我都特別驚細粒嘅啦 ，carrot。一間厝出來，我兩個唔捌做過啊。就是我唔捌，我古早我做嘅是本是青菜，款四川來呢。我這是10年前跟10年後嘅唔同啦。10年前10年後嘅是較 creative 淡薄啊。我唔會啷你記，啷成時我睇到一個物件叫咩做 Magna Dutut 哦。係咪 ？Magna Dutut。Magna 啊？Magna 係一個板人咧，好多畫啊，你嘅只筆，你畫是傻。我聽到過，我冇聽到過。你拖過去呢度 rap 嘅了，對，race 嘅了去嘛。拖過去呢度上下冇而家。但係嗰一種是，個都是，一種是自家接嘅，另外一種咧就是你成後尾成有辣咗呢，你係頭先。我冇聽到過你。你這個是腦骨之類嘅係哦。啊，只扮演誒，伊細地就較扮演咯，就裝較大地，一是用卡薄做嘅。我是㗎咯。真係咁樣，話呢度就爽咧就。係啦，我講哇，出嚟呢，一句切。OK，就會講特別補。了個咩？等，咱們講你作菜嚇，作你物件寫類記。咱一人講輪流，一人講一個哈。你講可能會記用蝦米物件來執哦。你先特別補。係Lady Finger 咩？蝦米叫咩？角豆啊？角豆對。角豆是角醬連啲啊，我叫角醬連啲啊。本地。角醬連啲啊，我叫連啲啊。一個呢？讀呢嚟叫咩？
我是咧橄欖雲珠啦，阿摩橄欖雲珠啊，咱就是叫橄欖珠嘛，阿摩嘅橄欖雲珠。橄欖珠，橄欖珠。有燈籠橄欖珠係橄欖雲珠。有燈籠嘅咩？咱燈籠是雲珠嗎？阿豆叔上個加拿大係珠咩？冇啦，阿摩橄欖雲珠啦。我頭先買啲掉呢。我不是頭先打聽到講橄欖雲珠。我唔是橄欖雲珠，阿摩橄欖雲珠。阿摩橄欖雲珠。因為種嘅雲珠，你食較濟嘅嚟做飯 fries 啊，上面嘅料係嘛？咱嘅燈籠嘅雲珠啊，根本都未做飯 fries 嘅。不，我唔是叫橄欖雲珠，我叫橄欖珠，橄欖珠。雲珠是雲珠，橄欖珠是橄欖珠。好 ，OK， 了解了。切一半了都劇哦，看你要劇下咩嘢 design 哦。哦，在印薄了喏。成印白啲嘅，我都劇好時啊喎。你過嚟印呢咯，但是劇隻龜頭以後，咱愛嘢款哦。了解。劇隻東也唔會漸漸嘅動，我再換一粒。不，明年你該寫隻佢去。嚇，寫嗰隻龜用龜。怕生啊你。怕生啦，不得講。同佢食嘅啦，同佢厲害一致嘅好似。當然啦，然後咧我哋有啲知啊。有個字，阿老闆做呢？阿老闆做嘅咩咩可以猜？我是嘅。就是你做嘅咪，就是你做嘅咪，click clock。珠哦。珠啊，我冇買嘅。嚟講阿老闆做。我嘅橄欖珠，阿摩橄欖雲珠。你冇辦法咩？喂，你阿摩橄欖雲珠嗬，喂默劇好好啊！咧我家己執。我你望我當係超做啊！特別唔得未有嘛，咁劇好好啊！古早我同學咱你阿里邊哦。真正幫伊嘅，換嘅。報啥報紙誒？我當時上膽啊，破嘅。我別使要求嘅，我今日報嘅就係種換嘅，成日你細個嘅。對。誒，多謝問姐阿 John 啊，我覺得我結個波先，我咪結辦事，我諗講點樣。OK， 結辦。แล้ว你咪嘅去咯。因為細嘅喺台灣去，可能佢聽到叮叮叮叮叮。你嚟睇我當我拍攝。佢聽到一啲，你等我講，我可以叫，等我講嘅咯，搖頭。搖頭 OK。你叫人劇嘅咧，我是人劇嘅咧，你知人嘅咧，真係扮劍，即係一撥兩撥咧，咧圖片啊，我咪劇是嘅圖片，你看壓出來啊。要不一直體驗呢，壓住佢呢，一個愛是頭整呢，一直想搬嚟食個呢，壓出來呢，佢呢你叫我到，一撥了，多片，一撥啦，多片啦，要一個，你過了買一個再冇得黐咩，一時呢，一時攞機，想攞機，要一個動物就顯出劍條呢，你愛多壓都可以一柄條手劍條位條，是變咗伊個 handle 是 storage 嚟，伊收起來，即扮機呢，用一刀就買嘅。哦，呢咱用你劇，咱用你劇，用一刀呢，你用一刀呢掉。對，你別壓你啦。然後嗰個後面叫我可唔可以講鬼子係啥物？鬼子咯，Hill，我識嘅 Hill 嚟演。即個是講做 design 啫，你有嘅畫伊形嘅喎。我人捌拄着，我唔知攏捌咯。畫海鮮嘅物件 ，animal 師傅嚟啊。這是真嘅。一索當一虎嘛。我別抄啊！未啦，乜係炒呢咁先？這是畫檔啦，所以嘅片擺掉你都先生到頂嘅是先生到頂嘅是自己到頂。冇，個人一個啦，係了頭前自己 sketch 啊。哦。用你上啊，我 sketching 啊。邊嚟了？這都冇成啊，唔得聽過。啊，I think 即刻古嘅。
silent。我唔係，我 respect 你媽媽。你問講，你話你講紅布尿尿啊！我唔講嘅。你這是較古啦，國仔啦，即係古裝嘅時，你拍功夫嘅時候會拍這筆，即係頭仔。已經你加了啦，唔係講我哋留咩啦。阿老闆就特晚都冇聽對講，伊是另外一個話島嘅隻是特別嘅海鮮去一條擺到都等於叫話你白咯？唔白咯，夠淺嘅。因為嗱，一叫我樣嘅即海鮮裏面嘅喺啲湖啊，即係嗰個海鮮咯，下面咯。不過你中學咧係啊。是啦，中學咧。中學咪使啦。我就講中學時，伊叫我夾起一黏，你做你使黏一嚟壓，安尼揾出來。你往小學度有呢？哇，天冇浪嘅對。嗰時夾波係啊。因為我本來講小學呢時候有一項是講啊，你畫一個形啊哦，你叫你食嘅紙啊，加黏去啲內面嘅了嘛對。啊。了就佢了，但是你咱佚佗我哋熟。為啥模式呢？啥模式呢？plasticine。哦 ，plasticine。plasticine 上啊，講一部嘅物件嗬，你上啊，我們講學。上啊，拖泥。我是拖拉布嚟款啊，你做嘢形狀密雜嘅。超靈拖。係。你做下面冇嘢嘛，冷啦，下面冇嘢使熱攝啊。你做咧冇做啊？你出來邊，我再做，係咪咁樣？你弄定到牌又讓我做咧，三四情啊！我諗咪點做咧？2 bulan 1 tajam 出來。係咪2 bulan 係咪？2 bulan 1 tajam。2 bulan 1 tajam 啊？你會記證啊？你會記證？哦，喂，記證是咪菇啦咩？唔是唔是雲吞有河律？哦，攞嚟一條，哦，你做攞嚟一條呀？啊！哦，你是攞嚟一條呀？你講是大波，我想你講嘅是。做咩？我做下哇！依家係 outline 嘅。做了，我叫我 stretch。You know, plasticine is stretch. Q 啊，等。stretch。哇！你是細學本會曉安款物件。冇變沉掉人。就講特別係咪兩細學，可能家家見到家都能到安尼咯。冇啦，當定當見那個冇，定當見那講講。執過去。atas lu kalau oi. 我邊領嘅嘛，邊領學嘅你。你做太怕。邊領學嘅你，一除我大佬。一電嘅絲瓜多。吹咪菇。有落地多啦，你哋咪入咪菇，有落地多。我諗邊領學嘅邊一電視嘅咪菇嚟變咩？我是本咯。又見啊，咧使去喺一間店，哎呀，燒咩啊，真香嚟俾。我就係一間咩啊？啊，咩？你未記嘅，跟住啊，一間咯，咩？一間咯，一間咯。對啦，就是一間啦。一點個一點冇俾，因為細細粒嘅嘛，所以較硬點嘅，唔俾你大粒嘅。你好嘅，冇以後我諗店面係你是老店唔使食禮拜咧，定緊那個確嘅了。嚇對。店呢個係店，包。冇我嘅啲邊店用嘅。不要緊店啊，會使夾對厝吹嚟食。有嘅你，一邊店嘅邊，唔是你拍邊，是你邊。啊，即係未，你冇聽過啊？有啊，邊領啦，邊有邊店。OK，咱講啊。咪姑甲阿拉伯嗬，安怎你人會講一句餅店？對人來講，一句餅店嘅意思係咩？意思係咩物件？餅店咪是成個攞檔嘅咧，你炒你派人檔嘅咧，你別笑我，別笑我。攞嚟店啲餅嘅亂碼嘛，餅店咯。哦，所以你冇問我餅店係咩？
啊，这个变电的头啦，这个是大只大啊。你快我啊，你咪掉啊，當出。你咁都變過。我有啦，好料嘅電底啦。你當會保依家？當會保變電啊，將對你嚟講，依家下吹浪咯。上個阿 John 講嘅咯，攞牌廿八人多嘅變電咯，廿八人多。阿寶就是安個寶都變電。變電呢大啲80年代起到較少啦，大70年代是地興嘅度變嚟。按咗講咧？喺暫時大啲人講嚟咗落檔 Barra Road， 啲暫時係啲發生啲嘢咯，變電。變電是嚟講，人講嘅咩啊？咩？一個檔嚟上數。我哋學社會啊，學社會啊。啊，因70年代咁先哦，真正，你暫時發生。當然冇是有，係咪運到啊？變電啊！呢啲冇變電，呢當然是變鐳。對，都用鐳來變過啊。冇人講呢，當然人我講講。冇用刀啊，用鐳。啊，古早是用刀來變。冇變電啊，來別說路啊，假如去俾人睇路呢，路別說變啊，冇機會變啊。對啊，路來路中，我未燒路啦，路來多係隨我嚟學我攤鐳啊，我就燒路咧。免變啊，哇！安尼就無人死咯，安尼款。你俾我攤鐳我咪燒咯。冇燒人死嘅。你學攤無夠，冇學死嘛？等陣講到攤你我真確喂，你女個村就借我，但我啊，有個一個，แล้ว我會講你咱個講到對話台啦。咱記咱到細漢時，咱就會夾一啲寫當盤咧，夾你抓加一個溫果啊，打。嚇！我有做過本。識掉啊！假設打到啲盤，一打咧是做盤。夾波抓成。夾波抓成，波抓甲扮嘢嘛。波抓做甲舊咧，嗬，我都是硬嘅，就少少嘢攞嚟做。不，老尾特別係攞硬嘅，冇咁未看到俾你波抓嘅字。我只做盤，我是做咧白輪嘅。白輪是做咧，阿莫達啊，榴蓮。不能晒你人頭嘅。榴蓮冇路啊！榴蓮你叫？啊，榴蓮冇。榴蓮嗰啲界，榴蓮嗰啲做一次都咋？俾你做，嗰就俾你換食一轉呢？冇係你我幼稚園嘅時就做了，日本念嘅咧。啊，對隻大個老闆嘛。我記有啦，咱中午冇做啊頂。阿咪小我是中冇咧，我做嘅你炒嚟吊劇啊，種樣。我真係識啫，你未見啦？6年知唔知有劇啊？你半年半之類嚟做嘅。6年知有劇嘛？你未見啊？6年知劇嘅唔是唔查，是一個絲絲格格，然後一個喺度劇一拉出來呢呀。冇，我冇做。我當時你試下睇，你試下你講你係你。是好lu K 一下配呢啦，K 一日抓贏呢哦，日你自羅倫嘅滷嘅哦。一常教我哋劇茶，你看你我有看到樣做。哦，特別冇，喂，maybe 我唔是，喂叫我劇咖 feel，maybe 是中澳啊，還是中澳啊？我就你講就我嗰時嗰時小澳咧。將啦，嗰種是按國本杜林劇嘅嚟。啊，我記睇你等咧。等嚟班咧，我都見佢。你係你是學錄經嘛？錄愛咧，你就叫你等嘅嚟做嘛？冇咧，你就叫劇嘛？學錄經是行嘛？係。冇用柴。咩事啊啦？掉啊啦 ！SRB 嘅啦，成間事。其實講 SRB 能使我幾回啊 ？BMR。BMR 事啦。SRB 嘅人啊！嗱，種招邪，我少善先嘅。syrup 嘅人。一個後面個咪，讓做個不相咪㗎。做定人咯。啊，做定人對。
冇攞裝冇成嘅咧。你是小學做啊嘛？你小學度做啊嘛係啊？啊，即係特別冇講還真攞裝冇成。有一種是成個用鐵拗出來了，用嗰啲玻璃磚黏嘅。啊對。個另外一種是你掉到厝門口嘅嗰種用紅包做。哇！對，一種會用，一種未用嘅。係一種會用，一種燒了像鐵，一種燒了冇半行嘅。一種會用。冇呀。嚇對，紅包我冇做過紅包嘅。我唔捌做。我對佢先至係我個看到。你捌做過用過上個 Nest 未電啊？你看啊，咱牙咧開關頭嘅，拍坑嘅，咱黐啊哦，伊碰起來哦，就變成一隻燈人嚟㗎。燈人。誒冇，你叫阿立買做講咩？阿立買做講燈靈。定籠啦，咩用你？定籠嘅，玲瓏嘅。我你用 Nest 咪電哦，你也咧開關頭，一粒開啊，開甲真正坐嚟了，隔了圓了哦，你甲黐淡薄，伊嘛當淡薄。啊，當人安尼款啊，往時有當時做安尼款。我知啊，伊講嘅是上家攏用迄個 seven 嘟嘅罐啊。你 plastic 嘅包袋啊，是你刮你擠落來，你可以開花去哦，邊啊？對啊，特別你個犀利嘛，你用Nest 咪固定嘅新加坡，你知？我唔捌做過嘅啫咧。我即刻簽，即刻健康，你見 Seven Up 嘅用。已經掉掛掉嘅時候啦，啷個事啊？電腦揾你去掛。我就是我那個時無關啊嘛，你睇日鐵就危險嘛。你在古早嗰時代哦，嗱一潛到鐵電哦，冇去看本唔加對係廚工嘅咋，本係廚工係掉牌嘅咋。係啦。你做咧？冇情 A 啊。掉啦，牌嘛，關注早對係掉牌，冇人動機。屌，咁咩數啊？咁咩看老官嘅？我諗嗱掉到鐵電呢，就是去啊，吹咧落舊水啊，可能。長長啊，日嘢啪啲流去嘅。嗱種玻璃啊，就是用你在開切咯，一頭啊，開切機嘅頭哦。啊，燒伊。要了哦，煮啲嘅坑會掉上嘅坑哦。喲。你捌看 Rambo？啊，不，我講就是解。啊，你煮啊嗬。Rambo 啦，Rambo。啊，啉無啊！你燒了哦，你可以上下消毒嘅，我講伊搽者，我聽。哇，夠厲害！黐毛路人。佢自己做老官。因為古早嘅時代，你是咩關係有這啊？我唔是，我諗是講 Rambo 是對王嘅。啊，咪過去咧。你 Rambo 是對阿德嚟的喎。我諗70年代就做呢啲，小當啊！你波頭至揭唔是70年代嘅啊？冇啦，80年代咩？8集啊！我年代就做呢個就，我諗嗱陣打條鐵電成嘅物件，我驚講當機人冇上。破上空啊！破上空驚落咗啊嘛！AI 架啦，掛佢 AI 架啦，所以我諗。就是嘅你去切一頭哦，煎落去哦，去燒消毒。喲，嗰個厲害哦！哦，我特別真正聽。佢唔知啊，要計。特別當然較少幫我立到鐵定嘅啦，當然。當然立到鐵定學狗架，咁樣去 clinic 爬了咯。你知我細陣時幫學狗架佢攏知啊嚇。唔知都冇講。我不別記少啊！人看我手嘅我手個 scar 個就係只，到啲手嘅落坑到坑嘅。我條卡推嘢嗰啲。你搞㗎？哇！我咁是我係搞係隔壁人嘅搞。屌咧！你搞嗰個叫。我係搞，我過去我係叫你後背落，我過出去後背落看見一陣翼嘛。計死。
大人長一個應該啊。伊特擺長一時間，這邊那嘛是邊那不啦？邊那嘛是有一個咧。添一隻巴達啊，特別是 plastic 嘅咯。你是打下晡時，佢計其他長嘢，特別佢去看，其他長嘢驗到啲啲梅嘅。我係搞跳起來搞啊！我唔知冇錄個三歲幾年啊，3、4歲，特別我係叫咋，我係叫條介紹咋。應該9條啊！我未記啊，唔係講3歲5歲，物件都冇咩記啊。我有你物件未記，有你物件會記。我即個我個會記講，我到底後尾來曉，我個看起來我係手嘅曉，我係媽嘅咧笨手好啊。我可以記我看，我唔知我應該是考嘅時候幾呢，特別我未記講伊聽還是無聽啦。是講我會記我看到會嘅了，笨手嘅了會嘅了，我會記個。特別搞咖喱貴了啊！你 feel 到你發紅嘅尷尬。我就做行啊，做行嘅。所以我未記，你其他我就未記啦。特別我學我條架時係特別後尾落時我會記個。我是特倒去我隔壁係厝邊嘅啊，去看報紙，看個直接學搞架。安怎呢 ？Star paper，人看 Star paper， 真係只係看 Star paper 嘛是有。我聽到我一來聲個大門是看 Star。啊，我們細細個看 Star 那當今嘅。我喺度拍廣告就 Star。Star 拍廣告咯啊，咪就係幾隻嘅就定叫。誒，安怎樣講假嘢嗬？是人哋看嘛。我唔知點解呢，馬路可能佢家係。Brangin 啊咯，Brangin 啊咯。Brangin 冇嘢咯。冇啦，佢家係 Queensbay。Queensbay 啊，對嘅 Queensbay，佢而家去布拉頓揸去。誒，講就係點空背後呢？還有提供會做嗎？是就幹咩呢？誒，等咪講看過咪做你壓 glass 是咪嘅？好，佢節目講聽到底中午嘅時候，我朋友唔使講聽哦，一定一百來聽過一陣啊！一名係我咪講名特別一等人名啦，是真係這筆話你知哦？我唔知使講。呀，我如果名嘛是真係這筆話。佢話我講聽，你自己嘅名啦，你都識自己算話。等我算話，1、2、3、4個，啷讀阿冇請，我唔知我講咩事，你等人字嘛是一話咯，啷只字筆話嘛，然後我名就只有呢一名，等我算佢一話，一個人一名呢就唔是成，你就一名呢，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嘅19是啦，這3字啊。咩名嚟？乜呢？我怕你看。誒 ，OK， 哎呀，死我咪講實在，我個驚講伊破坑出嚟名，我規個年嘅人，佢一人名咧名咧，我咪講什麼名啊？我知啊。等我爬落去。我等我，咁我等我就。不啊，不，中午嘅事。哎呀，講啦，算，哎呀，冇講咁樣，緊啊，好，應該是。講啦，冇講叫咩未困都冇啦。麒麟啊，麒麟，你知道麒麟？哦，在。是要出名啦，之間。在最主要。哦 ，shut up，未講。在最主要。我在最主要，我是有參加 school band 嘅。我唔知喎，中午嘅喎，中午是我個朋友。乜但。係咩？我就是講啊。是我唔知呢個聽，唔知呢個聽，你唔知好啦，不，我講個數啦，我同冇講成面，呢時特別佢這個是貴年為年啦，咪講啦，一個人名啦，你有講我講一個數先，就唔係我講嘅名，我嘅名就只話嚟嘛。然後我咪是話，我class 時我就話你知啲等人車人應該在嗰啲中方角啦。你車咪是拍嘅，你先等人字嘅，你是只是中嘅嘅啦，或者是大嘅，或者細嘅，即係細漢嘅時寫個大嘅，你寫字寫到啲嘅入面。有時我一直是中嘅嘅，然後我特別拍嘅，然後畫我名字去入面啦，佢做 design 嚇呐，有時我知啦，使一時三嘅拍三嘅嘛。有時我成日寫，哇寫個氣頭紅啊，form 2嘅時，走去每一時哎呦，我係使拍死嘅。
未接唔得。哇！我死你叫我當叫 Form 2嘅時候，係 Form 2還是 Form 1唔知啊 ？Form 2先是。結線。係咯，結線咯，小未接咧，先生可以拍死嘅嘛？一秒小嘴比我還少。這個謝謝你。我講你啊，我知道我學嘅人做榴蓮嘅嗬，榴蓮你真係講抓永食嘅是叫一麻，永食一麻就抓樣叫。有人叫嚟包車啊。麻雀抓。麻雀抓啊！你永食嘅咧唔是白食，你是伊度你叫嚟啊做你咖喱乾咧，加一啲咧壓你做成個陣不地，個陣不地浪咧。死潮死一百度啊！然後計按啲壓嘅，我俾幾隻要估，肯定就俾幾隻要。然後我係估嘅咋，我是我壓嘅，我係估冇尖，有係呢。你是你壓啲嘢，你就我做隻個陣不地啊，一啲加可以開花，你是日講念咯。你是講你會做隻厲害人咧嚇。你去叫你打嘅粗口嚇，那個擠你去咧嘢咧笑嘅，嗰個上正榴蓮啊！你知唔知咱隻榴蓮特擺成有時候笑啊，擠吐掉啲氣。當佢攞嚟佢笑嘛，一陣點聲，冇人嚟笑，一陣啲頭腦個簡單。我不可能做，我個鍵盤我都冇講，我都冇講。我話是講。嗰一種咧，我直接從鼻嘅，我今日在學裏面嘅。你去 Botanical Garden 看即個人比賽做電人嘅節日哦，伊個電人掉到球場頂嘅。唔係，到今特特尼本，到今特特尼本。叫鬧交會。鬧交冇嚟請嘅電人啊？冇咧。我對你講。等陣我特別冇講死。我講成，我俾佢講，我別講了，我俾走了。哦，OK 啦，咁時候luôn hả？你當電了哈？咁啦。你去證實咪啊？是啦，你嘅聰明人答。係啦 ，GSB 就好了，講 GSB 就好了。錄好啦，我真炸掉，你真我未掉。OK， 好啦，別等了，別胡了。OK，拜。OK，所以下啦，講下面嚇，這裡講這裡大媽價值係咪唔是正上班掉上班？我係榴蓮啊！唔是定冷掉定冷嗰啲咧，鬧交會。定冷個鬧交會啊！講下面，有影去看，因比賽嘅。以前是8幾10個時嘅有誒。8月10個應該是嚇，แล้ว伊是有小學甲中學嘅，真濟人真老少啊！我知，別人嘅人捌聽過哦。我捌，特別伊樣像 inter school 嘅嘛，等邊啊 inter school 嘅對嚇對。哦，當當佢冇。即係阿兔伯講，即係阿兔伯啊！阿兔伯講伊個歌做零嘅，做零嘅定難20 meter 啊等。哇！等哦，即係阿兔伯嚟嚇，到底咧講，伊特別阿兔伯你唔是到底係你咩？你冇到底即係 chat room 咪咩啦？講起 chat room 咪講嘛，咁人家看得到佢個 personal 話。冇啦，我冇可能阿兔伯到 chat room 冇。阿兔伯 chat room 特別冇講。哦，一個結構我講，你格啦人講下，你一個咁樣咩講學過係咪有人聊咪做第二節目啊？講咩咪叫你個記嘅？嗰一個是迄個用色抓咧就，迄個薄嘅色抓。แล้ว加一條，แล้ว稱上個獨白啊呢？對，你個做佢呢本嘛，然後做佢咧成日做咧七條呢啊，做咧。對，成日做七條。做七條呢？七條咯。crossover 嘅咧，對，喲個 song 到今進步咧，伊七條會使有 pattern 嘅。哦，我不做，點解我做是冇 pattern？哦 ，OK，sorry。我 stupid 啊！咁係要貴，成日做七條呢？冇 pattern。係要 kilo。你只教我講 kilo，我當你上到對啊，誒，真係叫我 kilo 啊，冇事好啊，我話你家當你仔，kilo。唔是叫你接出啦？我係前面。
即接傳咧，接傳啊！我真係叫我 kilo，我對 kilo，加到你是 kilo 啊！แล้ว我ไป講咩三未記，講 kilo 三未記。好啦，出接傳啊！解。個係一個劇嘅咯，劇茶咯，啲茶夾茶咧是劇茶。嗰隻有冇 in T-shirt 咯就？有本。silk screen。呢個就係in面部呢個叫啊！哎呦，阿多！把你個鏡子嚟冷，把你個鏡子嚟梅話，嘿，你當然就咩笑啊？下面大多啊！哎呦！阿講啊，喂，我喺加拿大bonzai，哇，加拿大啊！哎呀，生呢一部嘅bonzai，唉，天公做乜嘢？表演得啦，慢慢講。你好，你邊邊？啊，你食。我睇你接咪定或者接誒你拜神嚟講啊。你拜講誒個梅話係晒在，我叫我咪在啊。你啊你。OK， 你講咪特別報告俾講得冇？一條布了，你用手泥鏡白成個白。帶啊！帶了就去了。變花成白地。我冇做，你懂我試過。一個一個是用蠟畫咯誒，白地。成日做白地啊你個錢冇你下你懂我懂我是去懂我是我 after from 即係 from 2啊 from 3個月都冇你啊，都冇 art class 啊王。冇了。แล้ว我就是個 art class because you know art class 嘅英文。art class。佢有人講話嘅。那 relax 嘅根本都唔是 class 啊，是成個人所講嘅爽嘅。แล้ว佢不要緊嘅啊，佢咩做關去了咧，這對面成班。冇，我真 serious， 我真係個 art class 就。我係 art class 到你 Friday 啫，你 art class 到啊，攞節咧，我啊爽。所以到你再擺個是成個半字嚟嘅嘛。啊對。是。last time 是叫咩 PE 嘛，攞節 library 攞節，library 本攞節啊。交通啊，攞節咯，夠爽嘅了。你 library 去做咩？去夾小啦。但 library 得夾嘅咩？本來我每度讀 school 嘅 library 都冇夾咩？喂，唔是叫咩啊？Silence is gold 嘛，唔係咪 golden 嘛 ？Silent 嘛，我諗 whispering 冇聲。別使講話，特別使頭夾。對啊，冇聲屈嘛，如果叫我 silent， 我就有啊，我 follow 冇我 silent。我就冇講讀聲啊，嗬。哦，我 whispering 嘛。你講咩啊？講了要做第二集啊？咁我就係佢人用佢口語嘅佢幫向嘅แล้ว用食咗包起來做火車做做 robot 啊。你見過佢哋有一種嘢你 ice cream 嘅菜 ice cream 一燒啊，時間黏咩做做咩？有本，嗰隻做日本茶包嘅。straw 冇掉。一個一種你紅豆就電講特豆啦，切坨增高嘅啊。沙家啦，沙家剝沙家。你做 art class 真係有用嘅物件嚟嘅。對，你使做，你使夾嚟做 decorate 啦，做物件都連一隻咗。對，你再樣夾你大你叫咩啊？你花車嘛就用。咯，涼嘅。你當年邊能夠花車啊？有啥咪？特別節日 Christmas Day 嘛？哦 ，Christmas Day 有花車咩？我唔知誒。樣上啊是成金雞 style 嘛？哦，對，變成金雞嘛？金雞是
almost fall on the Christmas Day，有唔是啊？對誒，最在正嘅就是把牙機過，你把牙過啊到？我牙機冇想開事，我唔敢講。你牙咩機？我但係冇牙機。阿咩講嘅？Pineng, negeri Topang, negaraku, sampai doa sedang. Sengki à lu? Lạc tiếng mà chỉ tiếng. 你是Sengki啊？我都唔會話，我老師教你答，特別面講。或者咱講正嘅時，佢講講。阿讀嘅正嘅。OK， 留記啊！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咁我現條嘅聽眾啊，現條聽眾19人，19、20人未歹乜啊！感謝咱收聽哈，了時當叫咩我能接了條，我要看 music 到啦嚇 ，music 到一杯。了時接嚟一節目時咧，都是呢拜嘅嚟講啊嚇，OK 感謝，我唔知講咩。OK， 感謝我嘅嘉賓是杜比波啦，杜啦，加阿拉拜做，但乜我住過啊？這裡寫你寫講唔有啥？古妖叮當講唔對。第三係曬講啊！你對呢個住啊？冇啊嚇？冇啦，古妖是對，差別啲。OK 啦，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咧，禮拜兩個嚟再見過啊嚇，拜。